萬元家用車系列 JDM 經典 MPV 本田奧德賽 RB1。歡迎嚟到鳩時，乜鳩到時。喺今時今日，使個2萬零蚊即可以擁有咁耐用、咁經典、咁實用嘅多功能 MPV。其實我更加覺得佢好似一架不被定義嘅旅行車。大5座車嘅設計，開門方式同普通轎車一樣，中排座椅連體設計，保證咗舒適性同埋空間利用率。再加上本田嘅魔術座椅，後排座椅可以完全放平啊，真係夠晒正。仲有呢個開啟釣魚模式，各位釣魚佬又多個選擇啦。咁呢個 RB1 嘅玩法實在太多啦，原廠黑字 K24，再加改裝3件套，可以完美兼顧家用，同時又可以滿足玩車嘅需求。咁當然唔少得盆栽組啦，大包圍、低趴、大拎，姿態完美。究竟係咩人先會選擇呢一架 RB1？嗰個人一定係對 JDM 情有獨鍾，對家庭極具責任心。正係因為咁，本田精神足以得到延續傳承。RB1 已經上市有10幾20年嘅車齡，咁可以擁有一架咁精神嘅 RB1，運氣真係好到爆棚啊！咁 RB1 呢嘅二手行情喺2萬到5萬蚊不等，有分前期版同後期版，車價都係一車一房一配置啊！鳩市推薦程度有4星，今期鳩市就到呢度。我哋下期推薦更多好玩嘅車型，拜拜。